夜广，哎，陈君威，怎么了吗？之前我们这些烂事我都不跟你计较，但现在不准动歪脑筋在我妹身上。你先管好你妹吧。叶广哪有这些闲时间跟你搞这些小动作？哎，哪轮到你说话？上次校园人气竞赛，你们还不是靠两人合体才赢到那么多选票的？不然像我们小薇那么优秀，怎么会输？他爸是家长会会长，他还不是利用特权拿到第2名？说什么？哎，对哎，走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说什么？来了。白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太好了吧！你看这边，他写了当选学生会会长，学校将提供奖学金。你看有钱你就可以去伯克利音乐学院啦，住宿费、生活费，全部都有。太好了吧？这个。老师，可是我在学校又没有名气，我这样来得及吗？启章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老师看过很多像你这样的学生，你就放手去做，一定可以的。这些资料啊，你也不用担心，老师会协助你完成它的。我真的可以吗？阿健，喂，怎么啦？嗨，启章，你在干嘛？刚下课啊。你看，这什么？你为什么抢得到？你知道这张票有多难买吗你？要说什么啦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他是跟谁买的吗？哎，好，我等下打给你哈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哇，哥实在太厉害了。